请问中原普渡大拜拜嘛有足侪迄个典故，请问拜米粉这个典故是希望好兄弟会使做啥物 ？A. 食袂完的生理会使包包回去。 B 就是希望会使早日轮回 ，C 就是保庇家己发财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米粉啊，拜米粉对啊，嘿，特别买迄个普渡，你有看迄个大包的，对啊，对。有听过无？有听过无？无听过。一定爱拜米粉就，一定爱拜米粉，一定爱拜米粉。愈多愈好呢。啊，毋过就三去法啦。对的，画雕遐，画雕。雕诶，倒一个要画雕？应该毋是轮回吧？轮回哈。我感觉毋是轮回。啊，结果毋是的，就是。导演生气啊！导演生气。我感觉善良诶，善良诶，善良诶。你讲无爱，我头拄仔在想是轮回咧，因为米粉毋是拢叫咧，甜口的，你用甜来想啦。系啊，我用天台的想法。迄是差不好，该变安尼吧？伊是规包的，无包的哦，阿袂差，阿袂差。啊，嘛有可能是发财吧？我感觉台湾人拜拜拢是为了家己呢，应该是发财。啊，不过你爱想讲，迄阵咧拜拜的时阵，是毋是大家拢足勤俭的？是毋是讲物件拜好啊，拢要带转去食？我是讲台湾人，拢有道理咧，拢有道理哦，道理啊！你即摆有讲，敢若无讲？这是你的策略比赛嘛？因为阮咧拜拜。我在宫服务嘛，我在西国的宫服务，有来龙太宫啊，内底阮拢有拜米粉，啊，拢是要互大家带转去食的。我感觉是有拜完你讲的大家是人哦，人，啊，伊遮写的是希望好兄弟哦，好兄弟哦，嘿嘿，多一个，来，我感觉是保庇厝内底发财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C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，保庇家己发财，对唔对？哎呀，机会来咯，8000块哦。表示讲拄拄啊，伊讲的，敢若溜啊，有好多啊，哦，安尼你是好人。我本地想的就是 A 甲 B 啊，是嘛？我是嘛 A 啦，A 啦，大家当因为古早时代嘛，大家拢足勤俭的，嘿，会当好像摕等于大家会当食啦，啊，搁有米粉嘛较好摕，若讲好兄弟会当摕去算单路，嘿，单路啊，嘿，单路安尼摕等去食。食袂完的生理包转去，对唔对？这个朋友会当交来有分数，容易你就8000咯。2000呀，加2000，好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老师那是 A 咧。中原普渡是啥物时间？7月啊。7月啊。嘿，所以咱叫做咱人的7月，咱人就是古历吼，过去拢讲咱人的7月，米粉业才算大月啊，大月啦，算安那就是大家拢要拜米粉啊。啊，不过拄则讲的吼，嘛有一点仔对，有一点唔对啦，就讲无唔对，伊是有要互迄个好兄弟啊，甲食无了的生理包倒转去，迄是一方面，迄米粉安尼长有嘛吼，有咧长岁寿的象征啦。嘿，啊一部分当然这是古早人的想法，感觉讲啊要互好兄弟啊，就是因为普渡就是为着好兄弟啊办的嘛。对。嘿，啊就讲做你食，啊食无了，佫会当互你用米粉白白的，互你炸转去安尼意思。老师谢谢。